安南區海電路發生爆炸案，市長委託佇個發生以後，到現場慰問災民，並且馬上啟動受災救助措施。縣李中鑫26號的市政總質詢，除了表示肯定以外，嘛建議市府愛代為求償，因為3名嫌疑犯已經被羈押禁見，主好是不是會求助無門？集體訴訟已經啟動了，代為求償，我們已經借着這個緊急處理費。但是市長，這緊急處理費10萬，佮加一個2萬，12萬爾呢。你看，有誒規間厝攏燒甲密密麻麻，這12萬伊是要安怎重建吶？所以我希望說，是不是代為求償的部分，我們由市府先來支付，好，這樣民眾會當先去處理以後續重建家園的情形嘛？因為該案的事發地點是私人的土地，提供公所來領用作為停車場，交由你辦公室來代管。而且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，不過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度來發生，李中鑫嘛指出，安南區有真濟大塘的土地，目前有儕塊土地攏被堆囥廢棄物。這竟然攏無人知影呢？這是我去翕的哦，我係講落大雨去翕的。再來，這全部攏是廢棄物哦。要求地主去清查，因為地是台糖的地，我們一定要求地，因為台糖的地好多，那屬於市府的地或市府認養的地，不要說什麼個人自掃門前雪，我們自己要管好我們自己。爆炸案的後續，除了追究責任，嘛讓土地管理問題受到關注。議員要求市府愛盤點私人的空間領用的情形，更要求土地所有單位愛落實管理的維護，對源頭來降低公共安全的風險。台南新聞林英根、楊順懷採訪報道。